天理的都两边没有了走，天理的变作是猜给猜题，因为两边有河山，因为两边有河水。两边做的太厉害，可以看下心情太上升，我轻声细语，轻轻猜猜，做的前面都一大东西。一老外没有外，一老外。天理的都两边没有了走，天理的变作是猜题，因为两边有河山，因为两边有河水。两边做的太厉害，可以看下心情太上升，我轻声细语，轻轻猜猜，做的前面都一大东西。社会程度嘛，好安尼一摆又一摆落，拢要人个时间跟精神滴嘛，那安尼对个上就更有交代啊！啊！后老排生啊，先莫看了呀，你们大家先不要责怪所长了。我们研判他出现的时间跟地点有出入，所以请大家再多给我们一点时间啊。那又莫怪所长，又莫怪马云啦，啊！大家已经尽力了啊，大家都还有自己的生活要过，总不能每天跟着警察到处去找小慧办案啊。这是我跟小慧的命。小兰，那是个拍摄啦啊，我们会再加强巡逻，看有什么帮助。辛苦大家了，谢谢所长。不会啊。大伯，安子生呢？好了，好，唔该，我先转来哈。好，法医，再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们不会放弃的。喂，起来了啊！嘿，起来了！你在干嘛？今天天气很好哎，我们赶快早点出发吧，不要浪费时间。等很久吗？没有。刚那边老人家说了，这里呀确实是日本移民村的旧址，没错。可是战后的日本人，他们都已经回日本去了。而且这边的原住民也不多啊。如果要问的话，就要到电光部落或是日光部落。可是那边的部落很多哎，他怎么问？唉，什么线索都没有，我们要从哪里找？龙田村，
我可以先问我同学啊，我同学就住在那附近哎。我可以先问看他们。放心啦，我们一定找得到的啦。我先拜拜。可是啊，感觉起来机会不大吧？雅也，你都从日本来了，再远也不会远过日本啊。而且我们可以边找边想啊，搞不好你还可以想出什么东西来。那是3、4岁之前的事了，我几乎没什么记忆了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们就到部落问那边的老人家说，有没有30年前一个阿美族的女生嫁给日本人，姓武田的啊。反正那个时候嫁给日本人的原住民也不多嘛，应该很好问哎。是。唉，你头脑蛮清楚的嘛。还好，有你在。这边的老人家讲说，这个神社啊，是当初日本移民村的日本人他们自己亲手盖的。是啊。不过现在只剩下基座而已了。想上去看看吗？你在拜什么？不告诉你。拜什么啊？不告诉你啊。哎，雅野，你看，哦，飞行伞，你做过吗？没有。其实搭飞行伞在上面飞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到龙田村整个漂亮的风景哦。很想飞哦。哎，问你那个小慧找到了没有呢？我每次飞飞伞的时候啊，都很注意看，希望可以找到他。不过你不用太担心了，看小慧一副聪明的样子，我相信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的。看她一副鬼灵精的样子，她不要去骗人就好了，你放心好了，你不用太担心。老板，哎，管清你来啦？哎呀，今天生意好不好？哎，还不错啊。哦，哎，旺季哦。还不错啦，马马虎虎啦，托你的福嘞。好，能见度好吗？不错哦，今天不错哦，飞上去可以看到绿岛哦。今天也假安尼？有影，无骗你的啦。要去看买不？哦，爱看恁那女飞行员有没有要带飞啊？那你要跟他讲咯。哦，哎呀，没有问题啦。警察冲锋陷阵，改天哪个时候自己来啦。哦，那个不一样啦。啊，那不一样啦。没有问题的，没有问题的。啊，唯一下班了吗？我送你回去。你不是在巡逻吗？刚巡完的啊。好，那先走。好，拜拜。那你们2个慢走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那7岁小慧，你真是有啦。那叫你
哈哩快快长诶。应该唔会啦，有可能。跟日本人安尼走过来，无寻到佢想要寻嘅东西，应该唔会这样呀。小慧应该冇事情啊。能点哦？冇啊。那是谁？走掉冇？哦。喂？真的哦？好，来了就转去的，天天都多的啦。好啊，这些。歹势阿妹，但你还有任务咧，佢说无法度上专业。冇嘅任务啊？啊？那有人家用任务唱来唱呀？哪有啊？来真人讲。嗯。好。好啦，冇爱对你好冇？咁做得啊？嗯，做得。那边有茶好稠啊。几片嘞？啊。好，给你去搞生意哦。嗯。先这样。生意得了。哦，拜拜。你怎么会走到这边来啊？算了，我们再沿路问问看好了，走吧。算了吧，或许大早就不在了。这样问，很能问出什么？放弃吧。笨蛋哦，我们才问2个部落哎，还有那么多部落没有问，就试试看啊，搞不好等一下就找到了。好了啦，走了啦，走。天快都黑了。天还没有黑呀，走走走。哎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问，不要乱跑。你们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30年前啊，这边有没有一个阿美族的女生嫁给一个日本人，然后那个日本人姓武田的？你敢怎样？在那边呢？在那边啊？哎，对，那边从那边自己就对了。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他是不是在那边呢？走啦。妈咪，哎，这里。
手指头，哇，变成什么？小白兔，好棒！3只手指头，3只手指头，3只手指头，小花猫，喵，4只手指头，你要变什么？蝴蝶，蝴蝶飞，蝴蝶再飞一次。飞高点，飞高点，升得比较高一点，升得比较高，升得比较高，快点，快点，哇，你这么高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进去看一下。小慧，小慧，不要动，手举高，举高。他是无辜的吗？他真的是无辜的，他没有怎么样。衙爷，你们放开他，放开他啊！他是无辜的啊！衙爷，阿碧，搞崩来说话，辛苦了。
道大哥，我等一下就可以看到牙野了吗？可是大哥，大哥，呼叫所长，呼叫所长。是，人我现在已经带到了，我现在要过去了。好。这里不是往派出所的地方哎，我们要去哪里啦？可是大哥，我们要去哪里？小慧，不是我在说，你真的很玛利亚呢。就没有回来看马木。走吧，大家都在等你呢。小慧，安娜，你刚才去消化了，安娜。妈木，对不起。是，我们现在已经确认嫌犯的身份了，麻烦你帮我们通报一声。好，谢谢。武田先生，现在没有律师在场，你同意我们还是可以谈话吗？好。18号下午2点10分，你跟周文慧在车站遭到几名少年骚扰。你虽然替周文慧解围，但是你诱拐她同行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不是这样的，因为我受伤，所以他陪我去医院。那你是不是有跟他说，如果他帮你的话，你会给他钱作为酬劳？是。可是我说的是10万日币。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10万块钱作为酬劳呢？他帮助我找到我母亲的住所。你在日本涉及的性侵害案件，
我会向上级再请示一下，好看怎么样处理，我会尽快让你知道。依照我国现在的法律的话，你现在必须要先留在这边，了解吗？了解。小慧，阿伟哥问你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，但是你要老实回答。你跟雅野到底有没有发生关系啊？阿伟哥，我说过了，没有。小慧，这里就有妈妈跟阿伟，好，你不用害怕，放心的说，好。妈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我跟雅也是很好的朋友。如果有怎么样，我也懂得保护我自己啊。小慧，你知道雅野背上的刺青代表什么意思吗？他背上的刺青代表说他是一个艺人之外，他也有可能是日本山口组的黑道分子，可能已经做过很多坏事。他有刺青哦？你不知道？难怪你敢跟着他到处乱跑，你都不怕他把你卖给人蛇集团？哎呦，拜托，雅也又不是什么人蛇集团，他是一个很好的人。他是个好人，那为什么日本警方要通缉他，还涉嫌什么性侵女歌迷？哎呦，妈，我跟你讲，那都是误会，他是被人家陷害的。小慧，摆明就是诱拐你了吗？没有人诱拐我嘛，你为什么每次都不相信我讲的话？好，你说没有人诱拐你，那你们干嘛躲躲藏藏让大家找不到？光是这一点就可以定他诱拐罪。那个时候还在生我妈的气啊！哎呦，你们想想看，哪有人要诱拐我，还把我带回幸福里？他回来这边是要找他妈妈的啊！找他妈妈？对呀。不好意思。我能帮的忙就是帮你把你妈妈屋子里的东西收拾出来。我想你应该会需要。谢谢。这是你妈妈。他人啊，她过世了。什么时候？去年年底，你来晚了。不要那么凶嘛！叫他出来，我一定要找他算账。你叫他什么话？你公开骂他爸。对啊，你那么凶干什么？你大不了让我们进去揍一揍，再把我抓起来关嘛。不好意思啦，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啦，哈。好，得了盘。啊，爸爸没摸你啦，吼，歹势啦。我们里面吼还在侦讯啦，请听我们所长讲几句话。
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大家冷静，大家给他磨紧嘛。现在人就已经抓到了，我知道大家都很生气哦，可是现在人抓到了，好，我们就会处理嘛。现在这个人是个日本人，要是现在这个时候大家来进来要打他干嘛的？那引起国际纠纷，这样就不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嘿啦，好的啦，阿邦方妹，还是啦，麻烦台港批哈批嗨啦，这样我们也比较好做事嘛。哦。哎，小辉，转来，转来，来快点，来快点。我那个比较，明白了吧？哎，那个瓜哇。好了，大家回去了，大家回去了。没事哈，我们会处理的，啊。都回去，都回去。谢谢了哦。阿伯带到宝宝都好。哎。阿姨，我们里面请啊。来，哎，谢谢。小野，还好吗？嗯。我都听说了。怎么了？没有想到带你回幸福里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。为什么？一路上都是你在帮我，可是大家却误会你，把你留在这边。你的母亲也过世了，这里已经没有你想要的东西了。你不会后悔回来这边吗？我没有后悔。我这次回来台湾，妈妈带我看到了这块土地，也认识了你们这些很热情的朋友。你让我看到了什么是快乐。以前我妈妈常对我说，我们阿美族是快乐的民族，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，只要往太阳升起来的地方看，一切就会没事了。雅叶，谢谢你。看过医生的报告之后，我放心多了，证明他并没有受伤。那么以前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。从双方的侦讯结果看来，武田浩介诱拐小慧的可能性也非常低啦。也是啊，首长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设定他是回来找他妈妈的，所以我们很顺利就破案了。话又说回来，如果他找他妈妈的过程诱拐未成年少女的话，这怎么讲都不太合理。对啊，的确啊，一个诱拐犯也没有必要频频暴露自己的行踪嘛。再来，我调过小慧参加歌唱比赛的报名时间是在1个月前，武田先生入境台湾是在6天前，这就证明了不是武田先生胁迫小慧去参加歌唱比赛。所以他也不可能是人口贩子嘛。你下次不要再这么任性。所长，你要我调查的都有结果了。啊，你说，之前那个中年男子，他只是很单纯的要买小慧网络上拍卖的东西而已。那商家画面的记录显示，他之前之后都没有跟小慧碰过面，所以我们可以把他排除掉了。那不能上。就是他们拿武田浩介的护照去办卡买车，结果被识破，带到警察局，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之前有骚扰过小慧。那他们也说那个时候有人帮小慧脱困。秀兰，现在我想一切都很清楚了，你觉得呢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好，现在武田浩介的案件因为还没有结束，所以我们先让他留在这里。不过后续我们就让外事科去接手。
那我先带小慧回去，因为我还要办我妈妈的后事。好，秀兰，你有节哀顺变哈。谢谢。先回去吧。先回去。好，先回去。哎，合照。好。侦讯笔录已完成，远景高灿伟。嘎造，你这样一直盯着我看是什么意思？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。什么问题？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牙爷的位置？来，我有特异功能。到底要不要说？到底要不要说了？好的。OK， 我跟你讲啊，我们这一次算是运气好了。我们刚刚不是提到那个日本人跟原住民结婚吗？后来在那个阿洛的老家，发现那个武田浩介跟他母亲小时候的一些东西。哦。对啊，所以我就想到他应该会回去嘛。细节，细节啦。哎，两位，哎，传你他，传你他。购买。哦，我早就知道啦，怎么看都不像嘛。你还发？什么了？我听不懂啊。说他的话啊。你看，他之前不是有讲说涉嫌性侵女歌迷吗？然后后来证实啊，对方只是想勒索而已嘛。哦，所以他没有事情哦。那我要去跟他讲，我跟他讲。歌照歌先生啊，你在嗨什么？野本性就完了。什么本性？每人都那么嗨，你看。他是偶像歌手。对，偶像。对，赶快去。哎，乖。有事情说你。没事情啊。走嚟見到佢講嘛？干什么出去讲？大家都是好朋友，很久没有聊天了，聊一下嘛。眼看眼让看阿以后哎。哦，是啊。哦，这样把我当外人，够不够意思？我去跟他讲吧。我去跟他讲。你讲了哈，爱用葱的，用你大的下落。拢讲笑的啦。你听说会懂熊尿尿鼻的？回去嘛呀，受众底的啦。哎，阿比，哎，你呢？你呢？对。都甜蛋狗啦。打造啊，要不要飞一下？我怕高。不怕高啊？干什么？
谢谢你。你要谢谢小慧跟阿伟吧。下面那个是龙野村，也就是你爷爷当初移民过来的地方，很像日本的村落哈。这画面在我的梦里出现过。真的哦？他们说这是祖灵的召唤哎，你真的要美族血统？前面那个半山腰上有一个小村落，叫做日光部落。你母亲以前就住在那里。蝴蝶蜜草在哪里？就在日光部落上面啊。如果明年春天你可以回来，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蝴蝶跟蝴蝶蜜草。如果幸运的话，还可以看到黄赏凤蝶哦。就是你身上带的这个。真的？日光部落是全台湾离蝴蝶蜜草最近的地方。也许你妈妈以前也常常一个人去采蝴蝶蜜草。大爷，你知道吗？蝴蝶在原住民的传说里是祝福的意思。你身上带的就是你妈妈给你的祝福。慢酒哦，慢酒。锁定啊！等一个啦，哎呀，毋是犯人啊，莫坐这台啦。阮规定坐迄台细台的，安尼拢伊的朋友咱看，拜拜。安尼哦。系啊，好啦，来，好，走走。来，好，再见啊！大家要多多吃力啊！
你推杯比赛嘛，结果咧？啊，冇累啦。那你帮我小慧，我心情好好比赛，当然表现唔好啊。哦。今年阿飞个伊比赛从过个准大题应该转来了，今年咧？应该。爸，你没请强呢？回去告诉妈。今晚买2包东西来。干啥嘞？冇，东西干咩啦？我冲凉。想念遥远的故乡，海洋不在我身旁，微风轻轻吹，浪花慢慢回忆呀和海洋。站在！